罗西亚克里姆林宫受无人机攻击，罗西亚讲是乌克兰要暗杀普京，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讲因无遐济武器发动攻击。欧洲8个国家警方联手掠意大利的犯罪组织，其中一个犯罪据点竟然是用冰淇淋店安铺来被夺加洗钱。美国制药大厂研发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宣传会当让脑退化速度减慢35%，按算6月底进行申请批准上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网络顶即阵是有一段画面，是一只无人机炸罗西亚的克里姆林宫。罗西亚指控讲这是乌克兰做的，要暗杀普京。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否认，讲因无遐济武器来发动这款攻击，怀疑是罗西亚家己设计的。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嘛认为讲，有可能是罗西亚为着发动新的攻击，咧找一个借口。另外，无人机咧发动攻击的时阵，这普京人拄好无伫咧内底，互搁较侪人怀疑讲，就是设计好的。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克里姆林宫去互攻击，会测到罗西亚军的士气，所以无啥可能是因自导自演。所以讲，嘛有人怀疑是乌克兰暗中做的，要鼓励前线军队。泽伦斯基唔敢承认，是惊国际反弹，唔送武器给因。这事实也未厘清，不过两国咧拍心理战的几率确实真高。网络画面显示，吹山透早，两只无人机前后飞向克里姆林宫，伫普丁办公室上空互击落。道迄庆宴，罗西亚指控这是乌克兰基辅当中要暗杀普丁总统的预谋恐怖攻击。当时普丁无在场，也无人伤亡，讲无排除伫适当的时间地点报复。也若是伫5月初9纪念二次大战胜利的红场大阅兵，并无来受影响。莫斯科市已经有宣布全市禁止使用无人机。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三临时拜访芬兰，伊否认乌克兰和这届的攻击有关系。We don't attack Putin or Moscow. We fight on our territory. 乌克兰讲，这是罗西亚咧转移战争失败的焦点，嘛是要做大规模攻击的借口。美国国务院无法度证实罗西亚控诉的真实性，保持怀疑，谨慎对待。专家嘛有其他讲法，讲当场铁皮克里姆林宫防攻击，甲莫斯科当局说明自导自演可能性无关，可能是内部其他势力所做。另外，乌克兰无人机技术上是无问题。若准安尼做，可能是对罗西亚的强硬表态。Russia can't just go on attacking Ukrainian cities and not suffer some sort of blowback or some sort of consequence. It could have been an operation by non-military actors, someone basically anti-Russian, but not necessarily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are meant to keep the Russian military off balance by forcing them to reallocate and dedicate air defense resources to specific places like Moscow. 上时阵，欧盟执委会提案向欧洲军火公司拨款5亿欧元，增加弹药产量，来支援乌克兰、罗西亚的消磨战，现未来1年提供100万粒炮弹的目标。这项计划搁欧盟各国和欧洲议会批准。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防卫省表示，现代战争当中，网络攻击愈来愈严重，所以自卫队的网络部队增加2.5倍，达到2200多人。不过，中国的3万人甲北韩的6800人比起来，要差真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去南韩的越南观光客平均旅客的消费特别是19万韩元，可大票4500，这成长的幅度是192%，是外国观光客上介多。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大英国协15个国家有6个国家的民众表示，若是办公投，因会选择脱离英国王室，改做共和国。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宣布要让东南亚4个国家的太阳联邦2年免去关税，不过参议院反对。因认为讲这中国的业者会趁机会两空芳。不过拜登是放调讲要否决这个国会反对决议，总统甲国会对价。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联储会宣布，佫升利息1码，是2007年以来利息上介悬的超过5%，破16年来上介悬纪录。
澳洲8个国家的警方联手抓意大利的犯罪组织，抓超过100个嫌犯。其中一个犯罪据点，竟然是德国的一个小镇内底的一间冰淇淋店，用这间店来暗号，事实说是咧洗钱甲卖毒。这间伫德国西北部的城定时间会当拿啉咖啡、拿食点心的冰店，拜三是互警方大封条，要求停业，因为这竟然是意大利名声真歹的欧洲党公营会挂羊头卖狗肉的据点。Wir durften feststellen, dass Restaurants und Eiscafés von Drangheta Betrieben durchaus neben der Geldwäsche eine andere Aufgabe haben, nämlich die Aufgabe, ein strategischer Stützpunkt zu sein. 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等8个欧洲国家，拜三是公布对150个艺术公营会据点来抓人。德国警方发现这间冰店有一个员工，都是意大利同籍的公营会成员，伊靠后的车后壁嘛拢有藏物件。这个公营会是对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开始的，当期甲毒品是对南美洲卖去欧洲和澳洲，而且佮反向走私军火和巴西等等的犯罪集团。伫德国，毋但是涉入毒品交易和洗钱，搁要牵涉大规模的抢劫案，造成6个人死亡。这摆行动比利时的检方早在5年前开始布网。Il s'agit sans doute de la plus grande opération jamais menée contre la mafia calabraise en Europe. Plus de 1000 policiers impliqués dans les perquisitions de ce matin en Allemagne et 1400 en Italie. Cela au départ d'un dossier belge. 比利时的检方讲，因是抓到几啊个公营会的头人，伫这摆行动内面，拢总是抓到108个人。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塞尔维亚首都是发生校园枪杀案，目前已经有9个人死亡啊。这个犯案的嫌犯嘛已经抓到，干那13岁尔。伊是伫咧上课的时阵向老师有同学开枪的。而且警方阁找到一份名单，顶悬有写讲要抬相要安怎离开校园，拢规划甲真清楚。所以讲判断讲，这毋是随机杀人，是计划好势。凶手互警方抓起，佮公布伊名字第一个字母 KK， 而且伊只有13岁。I dok sam se penjala čula sam zvukove i mislila sam da su to neki dečaci, mislim neka deca bacali petarde i da im je kao bilo zabavno, ali međutim posle se čulo još bliže i taj zvuk je dolazio od ispred škole. 警方表示 ，KK 是有无犯案，甚至连想要抬动学伫倒一班拢得出来。伊提到要合法的枪，先对顶下卡的警卫3个女同学开枪，所以去伫历史课向老师同学开枪。Izlaza u školu koja je nađena na njegovom radnom stolu i kako je sam rekao ovde, odredio je prioritetne mete. Po razredima škole planirao kako da uđe u koju učionicu. 总统有切持下令全国爱做3天，佮表示 KK 后来向警方自首，因为无成年，被安置伫精神科机构，伊爸母也被抓。KK 成绩袂歹，要希望转到别班，甲3个好朋友斗阵上课。Ali u tom novom razredu, valjda zbog toga što se razlikovao, niko nije hteo da ga prihvati. 因为这案件有切持宣布对提请权有更较严格管制，暂停核发除了拍落以外申请许可，监管靶场甲平民的侵害保管。根据前期监管组织小型武器调查2018年的报告，塞尔维亚每100人当中就有39.1件枪，超过78000人有拍落许可，有小型武器是全球第3，为20世纪90年代战争动乱时期有真侪非法的武器，互当局发出特赦令，互大家交出遐一时登记非法的枪。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东非国家卢安达变大雨，这大水加上水崩山，至少是有129个人死亡。罗东区人家厝崩起灾情真严重，有真侪民众拢有落无厝。大水目前冲断道路，街路崩败，厝嘛浸伫土糜内底。民众赶要按崩倒的厝体内底抢救村外家伙。东非国家卢安达拜3号暴雨攻击，造成严重水灾土石流灾情。官方讲，至少有129个人死亡，几若个厝体毁坏，道路酸断，真侪人无地通住。ubwo nta kindi kintu na kimwe mfite, nta buriri, nta kintu na kimwe nk'uko mubireba, ni uko mpagaze naho kuba ntaho mfite kuko inahangaha nari nahaje kuhashakira imibereho,
ariko nta kindi kintu na kimwe ubona nsigaranye ni gutya ameze nta naho kuba mfite唔敢相信家下伫一暝之間，互大水沖走的，佫有這個負人人。 amafaranga mfite yo gukondesha nta mugabo mfite ngo aranjakira inzu nda n'abana mfite ubwo nabagaho gutyo none ubu ndandi hano kuga umuhanda gutya ubwo icyerekezo cyanjye ntabwo ngizi。互大水影響上嚴重的西部省份，基礎設施厝體照沖走，路全封。聯達總統卡加比講，救援行動已經展開，會全力協助災民搬徙。同一陣大水嘛影響烏干達，至少已經有6個人死亡。 專家講，氣候變遷極端天氣現象發生的頻率、強度攏在增加。無奈是對全球暖化風險上少的非洲，算是受害上大的區域之一。公視新聞張如平編譯。美國就月球的阿提米斯計劃有新的國家參與，捷克是甲美國簽協議，捷克成做阿提米斯協議的第24個國家。另外，咱台灣嘛打拼要參加國際太空活動，加入國際供應鏈。 也若是中國，當然無可能互美國領先帶頭就月球。所以講，伊嘛宣布講2030要就月球，佮邀請各國參加，甲美國相比拼的趨勢真明顯。美國在台協會上新的文章講，美國國務卿甲捷克外長佇美捷戰略對話了後的聯合聲明，提起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美捷雙方佇 NASA 簽署協議，未來捷克會成為阿提米斯協議的第24個參與國。We sail on this new cosmic sea, going to foreign cosmic shores. There's so much to learn. There's so much to be excited about. And now we go with our friends and neighbors, and that includes the Czech Republic. Czechia space ecosystem has a lot to offer. We believe that this signature will kickstart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itutional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Artemis community, as well as directly between Czechia and the US. In the field of space activities, 推测太空领域发展，美国陆续甲欧洲、日韩等真侪国家合作，其中嘛包括台湾。像今年4月，台湾国家太空中心头一届得到邀请，参加全球性的大代志太空博览会。进前，美台商会带团的国防产业团有特别到台湾民间的太空公司参观。部分的次系统，部分的品项，那我们这边可以帮他其中的一个供应链。 以后至少会涨到1兆。看好太空发射卫星这个领域商机，台湾的民间企业甲政府单位拢一定要拍入国际供应链。若持续强化太空领域进展的中国，嘛算是订月计划。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我们欢迎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参与，同时我们希望金砖国家，也欢迎一些非洲不发达国家。 美中双方拢向各国招兵买马，要扩大太空的影响力，也要让上月球太空竞赛变作国际政治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涉嫌为着入境美国做假注疫苗的资料，但巴西联邦警察是去敲伊的徛假甲办公室。因为波索纳罗在做总统的时阵，就对疫情真无看重，捌放调讲伊绝对无要注疫苗。 所以巴西媒体就怀疑讲，这波索纳罗因规家口注射记录拢是假。全新武装的环境伫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主体外改变。巴西联邦警察找衫前往伊伫巴西利亚的主体所在，佮逮捕伊的前副官甲2个助理，因为因认为波索纳罗涉嫌伪造新冠疫苗注射相关资料。 警方伫声明中讲，这份假数据，互人拍入去巴西卫生部门的新冠疫苗注射记录，方便波索纳罗会当摕到通入境美国所需要的注射证明。Nunca me foi pedido cartão de vacina, eu não sempre. Então o senhor não adulterou o cartão? Não existe adulteração da minha parte, não existe. Eu não tomei a vacina, ponto final, nunca neguei isso. 根据巴西媒体报道，波索纳罗甲家属以及顾问的新冠疫苗注射记录拢是假。新冠疫情发生了后，波索纳罗真侪解质疑疫情的真实性，佮讲新冠肺炎只是小感冒，拒绝封城，也是实施居家隔离的做法，甚至拒绝注疫苗。
伊本人捌伫2020年7月确诊。伊担任总统期间，就以个人资讯为理由，对疫苗注射卡保守秘密，一直到卢拉今年初上任了后，下令审查伊4年来实施的保密措施，并裁定这个消息是符合公共利益。O cartão de vacina da minha esposa também foi fotografado. Ela tomou a vacina nos Estados Unidos, na Janssen, né? E a outra minha filha, que eu respondo para a Laura, que atualmente 12 anos, não tomou a vacina também, tem o laudo médico tocante a isso. No resto, eu realmente fico surpreso com a busca e apreensão. 波索纳洛的律师嘛指出，今年1月底改做旅游签证的时阵，美国政府嘛无要求伊提供疫苗注射证明，搁伫美国一个大到3个月，即马回国想要东山再起，暗过都要面对除了这件事件以外，搁包括煽动支持者等发起暴动，3个精神正贵的珠宝拢无申报，拢总10外件调查中的案件。若做讲互人判有罪，安尼就无法度参加后一届大选。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的制药大厂李来公布因研发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新药实验，这效果是真好，讲是会当互患者大脑退化速度减慢35%。按算6月底进前就要申请批准就绪。阿兹海默失智症是大脑神经退化的一种病，对这种病的人脑部会出现无正常类淀粉的两白斑地和神经纤维结做伙的现象，造成认知、记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拢受损，并发生伫65岁以上的族群。过去20年来，相关的药主要拢是用伫治疗镜头，最近新的药是诉求要直接改变这种病的进程。美国制药大厂李来拜三讲新的药会当互患者退化的速度减慢35%。We can now intervene on the underlying disease process itself. Rather than just treating the symptoms, we may be able to alter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ith a drug like donanemab. 李来报告是指出讲，因针对约1200个阿兹海默失智症早期的患者做18个月的实验，逐个月拢注这款会当清除已经病变的斑地的新药啊。结果到12个月的时阵，半数的患者拢无搁发现斑地，另外有47%的患者病情是无搁恶化，但这种药嘛有互脑部整起来是出血的副作用，让患者因为安尼死亡。But the risk, of course, is that these can extend and develop macrohemorrhages, and that, of course, can be devastating and sometimes even fatal. So these risks can be monitored. 专家讲，透过连续做资进做影，通常会当避免这风险发生。业者是计划伫6月底向美国 FDA 申请批准新药的上市。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李来迄天的股价嘛大起超过6%，创新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以色列一间食品科技公司是用3D 列印的技术做出真的自过鱼的肉，是用真正鱼的细胞培养的真正会食质。这是全世界头一块3D 列印做出来的鱼肉。未来若是会当大量生产，可能就会当解决海洋资源，和人类用到要大地状况。石斑落鼎料理送入嘴内，互人真意外，因为伊是以实验室培养的动物细胞由3D 列印出来的石斑鱼肉。It's really tasty. I can feel the same, almost the same experience of the fish structure in my mouth, and I'm also really amazed by the juiciness and also the kind of a buttery feel in my mouth. 实验室培养的牛肉鸡肉受到关注，因为会当避免养殖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毋过海产领域煞真少人注意。即马以色列一间食品科技公司为石斑鱼提出细胞，培养成鱼的肌肉加力量油，佮将因放伫3D 列印的生物肉水中。头一摆成功研发史上头一块会当料理的鱼片。也毋过伊比真正鱼肉也搁较贵，因为鱼肉细胞之外也另外添加食物成分。 The flakiness of the fish is something that is unique for fish. The flakiness is something that is much more easier to mimic, to 3D print exactly the same texture and flakiness of a real fish. 即马以色列 Stakeholder 已经甲新加坡的优妈咪肉片公司合作生产鱼片，毋嘛会当对一直减少的鱼群种类等海洋资源有所帮助。We've managed to do it for grouper and for eel. We have 3 other species in our pipeline that are also endangered sort of species. 保证优妈咪肉片公司希望会当将头一批3D 列印石斑鱼，预定明年先伫新加坡上市，sau落来向日本、美国市场前进。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
捌听人讲产甲只好捕草，毋过捕草这句话毋是咧伤喊。因为非洲肯亚有一阵大学生是成功研发出甲野草提炼做粉的技术，会当取代番麦粉甲麦芽粉，用水拉拉就会当煮来食。若是这款技术会当顺利发展，就有机会会当解决饥荒枵食迷局。伫肯亚城市纳库鲁，过来卡巴拉克大学的学生当地班涂骹的草，这个看起来真普通的野草，对因来讲其实是真有路用的宝贝。甲野草早登去实验室了后，即几个学生就要开始变魔术啦。因先甲洗清气、拍好干的野草拢磨做粉，然后滴一寡酵素入去草仔粉内面，等待一段时间，互酵素甲草仔粉会当进行化学的反应。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酵素甲草仔粉混合斗阵，会变做即种白白高高，看起来若亲像牛奶还是豆奶的物件。学生甲即种白色的液体放入去离心器内面。为白色的液体当中，就会当分离出淀粉，最后将淀粉铺在盘仔顶头，搁放入去电烘炉内面烘好干。即种为野草内面提炼出来，会当互人食的淀粉就完成啊。Our end product, which will be our starch flour, is going to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to maize flour, and also after being modified, it can also be used as wheat flour. 若是巴肚枵，只要将即种野草提炼出来的淀粉掺一寡水煮煮的，马上就会当食。虽然毋知影食起来滋味到底是好食无好食，但是袂去枵着巴肚，就是上重要的。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8亿人，差不多1/10的人，逐工拢食袂饱。肯亚就是其中一个有饥荒问题的国家。所以，这阵学生的研究其实真受到肯亚政府的鼓励。For m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such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s encouraged, because potentially this could help end global hunger. 这个研究团队的学生讲，无论倒一种野草，拢会用因的这种技术来提炼出淀粉，亲像会当抵抗苦旱、嘛会当抵抗大水的百慕达草，也是乌白野草，都是因摕来做实验用的野草。伫个即马全球因为极端气候、粮食愈来愈欠缺的情形下，这种技术无伫较未来真正会当解救真侪人的性命。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